電視幕後，其實就係76年做到81年，只係做咗5年嘅啫。我所有電視劇都係嗰5年內拍出嚟嘅。今日香港人網，我已經做咗6年，係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事業。大家睇見我拍咗60幾部片，其實全部係喺1982年至1993年，總共係做咗12年。但係由1998年開始做政論，到今日已經係做咗13年。做政論嘅時間又已經長過我拍電影。喺2004年，我同埋島洞嘅人講，我唔會再做直接嘅政治活動，因為我係想做一啲更加基礎嘅、更加不可動搖嘅嘢。其中一樣嘢就係希望能夠令到更多人能夠獨立思考，對所有問題作出自己嘅判斷，唔好俾人呃。政治可以有 up and down， 但係民主嘅基建一建立咗，佢就永遠會喺度。早3年前，早4年，由2004年毓民被封咪為止。第二個好重要目的，到今日大家完全可以見到嘅，就係我哋一定要建立一個另類嘅傳媒嚟到同主流傳媒對抗。如果唔係，我哋就乜嘢聲音都冇晒。主流傳媒對抗。到今日我唔敢講話有成就，但係起碼喺大家嘅支持同埋所有節目主持人嘅支持之下，我哋喺政治上面係有聲音嘅，確實係。早幾日我選管局個諮詢委員會，500人喺 weekday 去到，係嘈到選管局服話蝦咁滯。其中有條友問：呢度幾多人係聽人網㗎？有90%人係聽。我哋啲力量喺打小人嗰次見到，喺選管會呢次見到，喺7·1我哋一定會再見到嘅，係咪？我成日都講，我有2個原則，我希望喺貫徹嘅。第一就係自己做唔到嘅嘢，唔好要求人哋去做。我自己唔敢做電視，俾共產黨拉，我唔會要求人哋去俾共產黨拉。人哋向共產黨作出某種程度嘅妥協，我覺得呢個係無可奈何。但係我哋永遠記得，自己可以做嘅嘢，喺你能力範圍做嘅嘢，你就要當仁不讓，有幾多做幾多。好。我希望我哋嘅主持人、我哋嘅聽眾，今日嘅所有嘅朋友喺呢度，大家都再盡量幫忙推薦香港人網，令到佢更多人知道，更多人聽，將來能夠發揮更大嘅影響力。第二點好重要嘅咧就係唔好輕易開始做一件事，開始做一件事。你就要能夠堅持落去，微克無止，閃互有蹤。有幾多人做一件事係可以做到有一定嘅結局先收場嘅？所以人網呢啲事業咧係一定要發展落去。我以後會俾佢更大嘅支持，但係我係需要有人可以將呢個旗幟繼續 carry 落去，係全職咁樣 carry 落去。呢個人係要我信一個，大家信一個，而佢嘅能力亦都信一個。咁所以由呢一刻開始，人網嘅掌舵，我係會交佢俾白必。
交俾我。蕭生真係一個藝高人膽大嘅人。第一咧，我嘅管理經驗咧就尚淺，但係蕭生咧已經叫我做香港人我嘅 CEO 啦。仲有啊，蕭生，我隨時會去咗美孚有事，我走出去美孚嘅喎。廣東都有事嘅，走出去廣東嗰邊嘅喎。選管會有事，我哋有選管會嘅喎。蕭生話唔緊要，你自由翻工，你當自己生意做得晒就得㗎啲嘢。哇！呢個世界有冇咁好嘅老細咧？老實講嘅，我哋所有近一年咧見到新加入人網嘅一班朋友，我哋喺人網付出咗好多時間心力，我哋唔係當一份工作，唔係當一個要得到啲乜嘢嘅。大家點解能夠成功？我覺得蕭生第一樣我要學習嘅就係要堅持落去做一件事。所以今日我開始咗，我一定會堅持到底。因為我冇蕭生咁叻。如果你哋以前係10分支持人講嘅，以後要12分支持、15分支持得唔得？多謝大家。其實香港人網咧，未來將會有更大嘅挑戰嘅。大家知道啦，網上電台而家香港政府都肯定咗我哋係一個非常之有影響力嘅媒體。當日啊，鳳華法官佢都見識過我哋人網嘅力量啦，係咪啊？我真係有冇？就算我請大家食飯，唔使你俾錢，星期4下晝要你請假去，都未必去係嘛？但係嗰日香港人網幾多人去過啊？4個。所以話香港人網其實咧話就係非主流傳媒，但係我覺得我哋嘅動員能力咧係比好多主流傳媒都要強勁嘅。就算你而家見到啲主流嘅電台都好，我相信佢動員嘅能力咧唔會及得上人網，係咪？未來嘅日子咧，我哋會有更大嘅挑戰，各方嘅即係見到人網，即係你啲槍打出頭鳥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將來咧，我哋要更多嘅網友，更多人嘅支持。喺度，我最緊要感謝，除咗蕭生、除咗網友之外咧，就係一班香港人網嘅節目主持人。即係過去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嘅努力，好多嘅心機時間。佢哋真係唔係當一份工，唔係話要賺錢或者賺知名度先嚟到人網嗰度去做節目嘅。佢哋每一個主持人咧都係希望可以用佢哋嘅所長去為啲聽眾服務，去將佢哋相信嘅嘢講俾大家知道。所以我覺得各位係要俾啲更加熱烈嘅掌聲，所有香港人網嘅主持人嘅。嗱，蕭生雖然請咗我一個，但係好抵請嘅，因為咧我身邊所有兄弟手足咧都係繼續支持我嘅，係咪？希望各位聽眾朋友、各位網友。我覺得網友比咧我以前做電台嗰啲電台聽眾咧更加親切。以前我哋做電台咧就係啲喺個玻璃箱裏面做，我哋唔知道有幾多人聽，有幾多人，即係佢唔會俾個收聽我哋嚟睇嘅。但係我哋做香港人網做網台咧，係每晚都要見住 check 佢有幾多人啦，睇翻重溫有幾多人啦。每個人做得好與唔好啲網友會好坦白㗎嘛。呢個唔好啊，唔好俾佢做啦咁樣，以後唔好叫話邊個上嚟啦咁樣。我知將來你哋就會咁同我講嘅。但係我都係聽過啲網友嘅意見，但係如果個個都話呢個唔好上嚟，嗰個唔好上嚟，你冇人做啦。我希望大家今晚玩得開心啲，同埋喺未來嘅日子咧，係支持香港人網。仲有一樣嘢係記得講，香港人網咧，蕭生就唔係為咗賺大錢嘅，但係佢支旗落到我度咧，我就唔可以令到蕭生蝕本嘅。喺未來嘅日子咧，要強大香港人網，令到你做 sales 人嚟加盟啦。但係我哋暫時未開發性產品呢個行業喎。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人網，繼續支持人網所有嘅活動。7·1你哋會唔會到啊？多謝大家。多謝大家支持我哋。好感動啊！邊個播緊邊個？咁啊，呢個時間咧，見情緒咁高漲咧，請埋我哋蕭生啊、毓民啊、大嚿同埋人網所有嘅主持嚟翻張大合照，切咗沙蛋糕好。